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委员的补选。新北市、台南市甲彰化县3月16要做伙来举办，早起候选人抽口啊。来看这个新北市的部分，国民党的第四位抽到2号，民进党的于天是抽到3号。台南市的部分，民进党的郭国文抽到2号，国民党的谢良介是4号。彰化县的部分，国民党的郭成峰1号，那民进党的黄景元是抽到3号。3重选3号。代表民进党参加新北市3连补立委补选的一天，由桃园市长郑文灿陪同到选会留口啊，对手第4位早一步到，依照登记参选的顺序轮流留口啊，第4位留到2号，一天留到3号。请支持第2个3重卖菜郎。我第一次到3重选举的时候也是3号。昨天我也就在想了，我说，我会不会再抽到3号？果真。各阵营拢有准备文宣品，于天甲郑文灿嘛做伙展开车队的扫街，拜托3连补乡亲支持。郭国文当选。选情真激烈，台南市早起嘛流口啊，候选人以真的支持者的拥护之下到现场，场面真闹热。民进党提名郭国文留到2号，知名度真悬的国民党参选人谢良介留到4号，都开始表情有淡薄怪怪，后来支持者热情不减，随化动选。谢龙队抽到4号，8个月为他们怕公路过关斗，越来越紧绷。那我相信会有出现一些让人家意外的事情。有关彰化县立委补选的部分，民进党提名黄景元留到3号，国民党提名郭成峰留到1号。一定势在必得哈，一定会当选哈。口啊流刷，选战进入下一个阶段，立委的补选战况激烈。